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閱讀越有型，我係 Andre。咁我今個星期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本書呢，係我最近睇完覺得好有感觸嘅一本書。而呢一本書呢，叫做《執行長日記》（The Diary of a CEO）。寫呢本書嘅作者呢，係英國創業家 Steven Bartlett，一位好後生但已經創立咗好多間成功企業嘅一位 CEO。佢亦都主持一個同呢一本書同名嘅一個 podcast，非常之受歡迎嘅。訪問過唔少商界、娛樂界同埋體育界嘅成功人士。呢一本書咧，唔單止淨係講佢自己嘅成功故事，而係佢喺一路創業嘅過程入邊咧，寫低咗33條佢覺得可以幫人變得更加成功、更加有意義嘅人生法則。聽落去就好似好勵志啦，但係其實入邊有啲 point 咧，亦都真係非常之貼地，好值得我哋去反思。咁我今日會揀其中5個法則同大家分享，希望你聽完咧都有得着。咁第一條法則咧就係關於成功嘅5個水桶。Steven 講咗一個好有趣嘅比喻，就係人嘅成功其實係靠裝滿5個水桶，分別係知識 what you know、技能 what you can do、人脈 who you know、資源 what you have 同埋聲譽 what they think of you。咁佢話呢5個水桶咧就唔係亂咁裝嘅，係有次序。你先要有知識，先至練到技能，而有咗技能咧，你先有資格去識人同埋同人合作。再嚟就係資源，最後先係聲譽。舉個例，如果你真係靠識人，人哋介紹你去一間好嘅公司，但係你就乜都唔識，做唔掂份工，咁最終咧只會損害你嘅聲譽。但係相反，如果你默默咁學習，磨練你嘅技術，當你 ready 啦，咁有人就會自然揾你合作，而所謂嘅資源咧，亦都會嚟揾你。我自己讀書嗰陣時咧，都好心急，成日覺得要快啲揾人幫手去攞機會。但係其實未準備好咧，都真係冇乜意思嘅。依家睇翻咧，真係覺得應該要集中火力裝好頭2個水桶先。第2條法則，往往能夠定義你嘅咧，唔係你想象中嘅自己，而係你每一日重複做緊嘅行為。呢一句說話咧，其實係 Steven 喺書入邊咧強調嘅一個核心概念嚟噶。佢話一個人咧唔可以單靠想象成為理想中嘅自己，而係要睇你每一日重複做緊啲咩行為。假設你日日玩手機玩3個鐘，咁其實就係代表你只係一個善於逃避現實嘅人。但係反而如果你日日堅持寫日記做反思，咁你呢就係一個重視成長嘅人啦。我哋身邊有太多人會講，我想成為一個有紀律、有自信同埋有影響力嘅人。但係你日日做緊嘅行為係咪真係 match 到你嘅期望呢？如果唔係嘅話，咁其實你只係活喺幻想入邊嘅啫。咁 Steven 佢就建議可以從每一日一個小習慣開始做起。例如朝頭早起身唔睇電話，先做一件自己真心想做嘅事，咁慢慢你就會發現自己嘅身份咧都開始作出改變。咁第3條法則咧就係教人係最快學識一樣嘢嘅方法。咁 Steven 佢就話佢自己主持 podcast 學到最多嘅唔係受訪者，而係佢自己。咁點解呢？因為佢要不斷準備啲內容去諗問題，諗點樣令觀眾聽得明、聽得入腦。咁過程入邊咧，佢要將啲複雜嘅概念化簡成為簡單嘅字句。咁呢一個過程咧，其實係一個深層嘅學習。佢話如果你想真正掌握一樣嘢咧，唔好淨係去睇書，又或者抄 notes，反而你應該要嘗試下去分享俾身邊嘅人，從零去解釋知識背後嘅原理，同埋當中你注意到嘅細節。咁你就會發現自己唔夠熟悉嘅地方咧，自然就會現形噶啦。第4條法則咧，就係俾對手加倍失敗。Steven 喺書入面引用咗 IBM 前總裁講過嘅一句說話，就係如果你想提升成功率，就要加倍你嘅失敗率。聽落咧就好似好激進，但係佢堅信咧失敗並唔係咩壞事，反而係你學嘢最快、成長最快嘅方法。因為佢覺得失敗就等於經驗，而經驗咧就等於知識，而知識咧就等於力量。佢細個喺街頭揾食咧，試過無數次失敗，但係每一次咧都只會令到佢更加有本領。佢話創新本身就係一場實驗，如果你一早已經知道會成功嘅話，咁樣就唔叫實驗啦。因為你要接受有可能失敗，先可以創造出真正唔同嘅嘢。咁 Steven 咧喺度舉咗一個好實在嘅例子，咁佢就分享有個年輕創業者咧，佢就發現社交平台有一個漏洞，如果好好咁運用嘅話，廣告成效就可以飆升。咁佢聽完之後咧，就毫不猶豫咁樣即刻落手試，結果真係賺到盆滿缽滿。
反觀另一個做咗好多年嘅老闆，諗完又諗，又話要內部評估再開會，結果等咗幾日，個漏洞呢已經俾官方修補咗，錯失咗個黃金機會。所以 Steven 強調呢，唔試就永遠都得唔到個答案，而拖延其實先係真正嘅風險。咁第5條法則呢，就係將壓力視作為一種特權。你哋都明白，我哋現代人呢，成日都怕壓力，覺得又傷身又傷心，最好呢，梗係避得就避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 Steven 就話，真正慢慢摧毀我哋嘅呢，其實係過得太安逸啦。咁佢就引用咗心理學家 Kelly McGonigal 喺 TED Talk 上面講嘅一個研究，原來壓力本身唔一定有害，係你點睇壓力先會影響到你嘅身體反應。如果你相信壓力有益，咁身體呢就會真係作出更加正面、更加健康嘅反應，血管放鬆，心跳有力，就好似打仗之前幫你 ready 好咁。有壓力其實代表你正喺度做緊一啲有意義、有挑戰性嘅事。正如傳奇網球手 Billie Jean King 講，壓力係一種特權，只有值得擁有嘅人先會有機會感受到。當你下次再面對壓力嗰陣，千祈唔好逃避，不妨試下轉個角度去諗，呢啲壓力其實只係你努力爭取翻嚟嘅機會，係你成長嘅燃料。總結一下，雖然呢一本書呢叫做《執行長日記》，但係其實唔係寫俾 CEO 睇，而係寫俾每一個想進步、想活得更加有意義嘅人睇。我哋未必個個都會做 CEO，但係我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人生嘅 CEO。你點樣去經營你嘅生活，管理你嘅時間，選擇你同邊一個做朋友，其實都係一種領導力。希望你哋聽完呢本書嘅分享之後，會揾到一條適合你自己嘅路。咁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到呢度啦，非常之多謝你會聽到最後。如果聽完嘅你覺得有啲共鳴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， 又或者留言話我知你最中意邊條法則。閱讀令你更聰明，知識令你更有型。我係 Andre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